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狗狗講客吧》，又要來煮菜講客家話嘞。今天呢要做這個菜，你一定會非常喜歡吃，就是我們要來煮兩個豆絲炒五步誒小魚乾呢，超級下飯的哦。來看哪樣的炒料。我們首先來看到今天要學到第一個詞哦，就是這個小魚乾。小魚乾的客家話呢，就是叫做五步誒。五步哎，剛才呢講到這個豆豉，豆豉哦，客家話呢就是叫做豆絲，豆絲。現在呢我就先來爆香嘍。首先當然就是先熱油，蒜頭爆香。那小魚乾其實很快就，它本身就是可以吃的了，因為它已經是曬好可以吃的了。而這個豆豉的做法呢，其實也就像是客家人做那個破布子啊的做法都是一樣的。記得哦，我們下一點點就好了，因為它非常非常的入味。再下一點點辣椒。好，我現在已經炒好了。我一邊盛盤呢，要教大家講今天這一句話，就是呢，小魚乾炒得酥酥的，配飯很好吃，就是叫做鋪誒炒到酥酥，蹦翻豆後色。鋪誒炒到酥酥，蹦翻豆後色嘍。好，我們的豆豉炒小魚乾已經煮好了，請試吃員幫我們吃吃看嘍。還 OK 嗎？可以啊，蠻好吃的。太好了，那我教你講客家話好不好？你就可以去那個教你的其他朋友們。小魚乾的客家話就是叫做鋪誒。鋪誒。再講一次。鋪誒。沒錯，太好了，謝謝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做這個小魚乾配豆豉，你們喜歡吃嗎？很下飯，對不對？好了，我們重點是學到新的詞，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第一個詞就是小魚乾，鋪誒。鋪誒。第二個呢就是豆豉，豆絲，豆絲。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哦，來看這句話就是小魚乾炒得酥酥的，配飯很好吃。鋪誒，炒到酥酥，蹦翻豆後色。鋪誒，炒到酥酥，蹦翻豆後色。光講這句話就會讓你覺得很好吃了，因為小魚乾配豆豉真的是很絕配。好了，多多練習吧，明天見，拜拜。